连米特别休寒，即马国境已经解封，疫情嘛转好，有人已经安排要出国旅游。上届热门的日本休寒的团费有起3成至4成，啊，若伫旧日过年期间是搁较贵，会变2倍。旅游业者即马嘛有提醒讲，如果伫网络顶头有看到俗价的旅游方案，一定要斟酌确认，看敢是合格业者。疫情解封，搁拄着休寒，甲旧日过年，真侪人开始规划出国旅游。旅行社表示，目前民众上有兴趣，旅行团嘛开上济，是日本线甲欧洲线。那我们销售最好的部分是欧洲，那尤其像是中西欧，再来是南欧以及东欧的话，欧洲的部分几乎都已经销售到9成以上，那日本的部分也有8成以上的销售。旅游交易安全委员会的日本线发言人讲，日本机场检疫人员有限，所以目前敢若开放7个航点，含价的团费差不多是19000到98000，也若过年期间会加倍。计销伫36000到180000之间。那由于航班跟航点的短少，所以会造成高票价。那在安全安心的情况下，业者多是以人数少的小团体在做包装。另外，欧洲线的部分，品保协会的旅游交易安全委员会表示，台湾飞欧洲航点已经恢复，但是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关系，所以费用嘛对得起。含价的团费是57000到169,000，过年期间是伫86000到219,000之间。当地应变方法是提高人客价较大的品质。我们在餐食方面，在旅游的品质方面都做了一些提升，现在都提升到7菜1汤，整个都会尽量要求当地的旅游业者，尽量我们的饭店呢都能够定在比较靠近市区。目前到欧洲去旅游的团体，大概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大概7到8成。国外旅游渐渐恢复，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提醒，民众出门前爱了解当地的防疫规范，疫苗注射卡甲所有疫苗证明拢爱准备，才袂到时互人挡伫机场。记者麦尚英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